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下卷第33章。马西在位的时12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55年。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学遐个互上主伫以色列面前赶出的列国所做可恶的事。伊重建伊的老爸希西家所毁坏的山头坛，为巴力去祭坛，做阿舍拉的雕像，搁敬拜服侍天顶的万象。伊伫上主的殿内，为着遐个神明去毁纳的坛。上主捌记即个圣殿讲：我的名应该永远伫耶路撒冷受敬奉。马西伫上主的殿两个亭内面，为着天顶的万象起祭坛。伊伫希伦珠山谷烧伊的囝献做祭，卜卦、行法术、行邪术，问牵亡的，甲动机倒头，做真侪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激上主受气。马西搁伫上帝的殿内采雕刻的偶像，关系即间圣殿，上帝捌对大比甲伊的囝所罗门讲：即间圣殿甲耶路撒冷，是我伫以色列之族中所竞选的，我的名就伫遮永远受敬奉。以色列人若听趁我所有的命令，就是我通过摩西所传一切的教示、规例甲诫命，我就无搁互因对我所赏赐因列祖的土地受牵煞。毋过马西带犹大甲耶路撒冷的子民做歹，比上主伫以色列人面前所毁灭的列国搁较严重。上主警戒马西甲伊的人民，毋过因毋听，所以上主互亚述王的军长来攻击因，用钩仔交马拉西，用铜链绑伊，甲伊带去巴比伦。伊伫困苦的时，就恳求上主，伊的上帝，搁伫伊列祖的上帝面前非常谦卑。伊求叫上帝，上帝就听伊的恳求，互伊倒来耶路撒冷，恢复伊的统治。马西才知上主是上帝。后来，马西伫大鼻城的城外，对基顺泉附近的山谷北到西门，甲俄腓力地区起真悬的城墙，搁设立军长防守犹大遐个坚固的城。伊废除上主圣殿内面遐个外族的神明甲偶像，拆毁伊伫上主圣殿的山甲耶路撒冷起的坛，将遮个拢ฮ็伫城外。伊搁修建上主的祭坛，伫坛顶献平安祭、谢恩祭，命令犹大人服侍上主以色列的上帝。人民犹原伫山头坛献祭，毋过只有献互上主因的上帝。马西其他的事迹，伊对上帝的祈祷甲先见，奉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的名对伊警戒的话，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史。伊的祈祷甲上帝对伊的应答，以及伊还未悔改以前的罪过过失，甲伊伫什么所在起山头坛、采阿舍拉雕像甲偶像，拢记载伫何西的册。马西转去伊的列祖遐，人将伊安葬伫伊家己的宫内，伊的囝阿文续接伊做王。阿文
在位的时22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2年。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亲像伊的老爸玛西所做。阿文对伊的老爸玛西所做的偶像献祭，搁服侍因。伊无亲像伊的老爸玛西伫上主的面前家己谦卑。这阿文犯罪愈来愈严重，伊的人神背叛伊，伫王宫内面甲伊杀死。毋过，国内的人民将遐个背叛阿文王的人杀死，设立伊的囝约西亚，煞接伊做王。